拿你的钱呢？这个钱在我的手上，这就是我的钱。这是我的钱，这是老板发给我的高温补贴。什么高温补贴呀？这钱就在我的手上，这就是我的钱。吵什么呢啊？老板，是这样的，我看这个小妹儿挺辛苦的，准备晚上请她吃个饭的。老板，他在撒谎，他在拿我的钱，这是你给我发的高温补贴。谁拿你的钱呢？这钱就在我的手上，这就是我的钱。是啊，今天是发了高温补贴啊，你确定你不拿的不是别人的钱？没有，老板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老板，这真的是我的钱。不是啊，公司365度啊，无死角的都有监控啊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去查监控？你最后一次跟我说实话啊！哎呀，老板，还调什么监控啊？这么一点小事，还值得这么小题大做吗？怎么着啊？不行，我再把帽子叔叔叫过来调查一下。老板，你何必麻烦那些帽子叔叔呢？别人挺忙的，那我就直接给你承认了吧，这个钱是他的。你是他的，那你凭啥拿别人的钱呀？老板，你看那个高温补贴，你干嘛发给他呀？他本来就是穷鬼一个，还发给他不是浪费了吗？还不如发给我呢。你看我家里面那个空调也坏了，准备正好去买一个新的了，这不正好吗？不是你自己没发包高温补贴吗？啊，你拿别人的血汗钱去满足你自己的私欲啊！老板，就你发的那3瓜2枣的，能干什么呀？再说了，你去那些部门那边去问一下。那些部门经理那不都是这么认为的呀？他都是这么认为的啊！人家保洁大姐现在顶着炎炎夏日38、9度的高温啊，帮你们打扫办公室的卫生，是吧？如果他们没有把你们的办公室卫生打扫的这么干净，何来你们这个干净舒适的环境啊？你还在那说人家一个穷鬼啊？那钱到你手上就有用了，这是人家本应该是别人的钱啊，你拿你手上算怎么回事？还别人都是这么认为的。然后我再告诉你啊，任何职业啊都是不分高低贵贱的，只有人品才分3、6、9等。保洁怎么了？保洁这份工作也是值得被尊敬的。老板还让我去尊重他，一个臭保洁的，跟我提鞋都不配，还让我去尊重他。老板，但凡有一个人认为我应该把这个钱还给他，那么我就把这个钱双倍的给他，好吧？但是没有人这么认为的话，他得给我道歉，下跪道歉，听到没有？行，这话是你说的啊。我相信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我也相信群众的眼睛也一定是雪亮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双倍奉还这个高温补贴给保洁大姐的也是你啊，你自扇10个耳光子也是你，你等着瞧。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啊，你们是支持这个主管拿这个保洁